这个玻璃的作品是安怎做出来的？就是这个，我是用手捏蜡捏出来的。即马就是阮咧来翻模，你自底入来这个科系时，你当初想讲玻璃是安怎做的？放入去窑炉安尼烧烧的安尼，我嘛是入来了后，老师教一下，我才知影讲原来嘛会用安尼做，差不多就是安尼。灌了咧？灌了就是要等伊打了就是要放伫个灶骹遐去拖蜡，这是阮拖蜡的炉子，阮就甲伊放伫个顶头安尼。加烧互迄个蜡状融化就地掉就对对，了。伊就会变空，阮就已经填补了。即摆是拖甲足清气，找一个圆圆的围边，围咧，阮就已经去建讲阮这个玻璃想要啥物的颜色。所以你咧就是安尼甲粉钻放咧，甲放入去烧玻璃就流入去迄个石膏的膜内底。对，也是有足侪变化的啊，嘛毋是讲一定会照你想的迄个分层去烧出来安尼。人咧讲玻璃是传统产业，你啥搁要投入这个传统产业？因为我嘛想讲传统产业嘛是爱有人去延续。你感觉将来有钱赚无？应该是就是用热爱支撑啦。有钱就阮爸爸、阮妈妈会甲我饲，阮弟弟。哦，弟弟会甲你饲。